后来嘉南地区今年已经发生121届的地震，比去年的30届加4倍。专家来提醒，这真有可能是大地震的前兆。气象署讲，今年嘉南地区确实有较侪小地震，但是这无法度证实就是大地震的前兆。专家的讲法是为着要提醒大家，要做好着防灾的准备，乡亲唔免惊讲。地牛翻身，天摇地海，火架顶的物件拢扣扫扫落来。最近佫开始伫咧地震，根据气象署地震七报中心的数据，嘉南地区今年地震总数已经超过100。2020年已经侦测到121件地震，是去年4倍。仪器还没有设得很密，仪器的品质没有很精确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在以往是没有看到这个现象。目前是没办法判断说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大地震的前兆。嘉南旧地震断层嘛多，1906年梅山地震，互1200多人死去，2万栋厝倒去。嘉义地区佫目镜寮断层，含断层长度超28公里的竹口断层。台南是有6家含新化断层，尤其新化断层就伫咧台南高铁站附近，所以当年伫咧去高铁站的时，特别将优化含断层等等因素列入考虑。每一座条瓦嘛拢有做地质正统的评估，确保当地震无问题。这边的地震的深度都蛮浅的，连地震预测还是没办法知道说这样是不是代表什么意思。我们只是提醒说，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观测的一个密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我们还是提醒民众。台湾地区就是一个地震发生相当频繁的一个位置，随时应该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啦。专家认为，观测梅山断层、嘉义网断层和台南网断层，规模3以下的地震发生情形，对咱接落来可能发生的地震，会当提早做准备。民众平常时要做好防震措施和防灾观念，唔免受过惊吓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